这个乡村要有那个都市的风气的气息，所以我联想到这个事情，建这个图书馆那个意义最好，所以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也跟他提过这个，他也是赞成这个想法。我回到家乡，现在常回来，看到需要一个好的图书馆，我就义不容辞的就捐献建造这个图书馆。那这个建筑物当然要呈现那个在地的质感。那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说，因为白河四周都是连田嘛，那个捐赠者张庆芳先生又是从事远洋渔业，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就觉得我们的观念就是连田上的知识方舟，所以设计上好像是一条大船这样子承载着知识的海，航向未来这样子的意念。就是一楼是比较开放给乐龄老人家跟孩子为主，那另外一个开放的这个大阶梯也有这个演讲的功能或是休息阅读的功能。那2楼的空间主要是以青少年为主。那青少年的话，我们都有开北面的大片的窗，那可以把那个白河周围的山景都融进来。设计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是省能的。那白天的自然光进来，就可以让这个建筑物的这个采光的这个效能更好。另外就是它像一个回游的那个场所，1楼、2楼、3楼，走到3楼就从3楼这样子慢慢游下来，就是在阅读的同时，又可以同时享受那个知识跟朋友交流的这个乐趣。嘉惠了我们白河地区未来的主人翁，白河国小也好，或者竹门国小，甚至河东国小，当然也可以说是从比方说也嘉惠到了后壁这边，后壁甚至东山都很欢迎到我们图书馆来一起来见证这历史的性的一刻。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新营区的好朋友，还有包括全台南市的好朋友，一起来看到这么漂亮的图书馆，这都完全由张庆芳先生他的后人、他的子女来捐资兴建。那总共捐了1亿那这个有这么让我们白河区以及大新营区有这么好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质与量，里面的这个量体，其实都让我们感到惊艳。台南图书馆都一直在优化中，除了永康总图之外，还有这个张庆芳图书馆，还有南区的图书馆，各区的图书馆都在优化中。其实台南市的图书借阅率在全国来讲已经是数1数2，也是进步最多的。感谢大家都能够有阅读的风气的提倡，那能够不仅对大人、对小孩、对我们学生、对成人都是很好的事情。多阅读就没错。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政府推动太阳能供电，产生真侪争议。结果更加恶质的是，竟然有太阳能供电场下面佫带了无应该带电弧炉炼钢炉渣。议员罗坤福召开记者会指出，云豹能源旗下恩富资本太阳能伫北门区的案场违法带炉渣。议员要求市府要严办以外，嘛希望检调会当介入调查。议员罗坤福摕着去年111年12月14日经济部工业局的公文指出，针对定义企业有限公司再利用产品的使用情形，也就是控制性低强度灰点的材料，简称 CLSM。因为政府只规定该产品会用用作广告的灰点。甲公共工程、道路的路基顶，不过内面却发现恩富资本太阳能北门区的案场不当来使用。议员表示，
恩府是云豹人员的旗下，因此要求市府要来严办。云豹小公主赖品妤，她对着媒体说，如果云豹有做违法的事情，欢迎你们来告。那我今天就提出，她云豹违法的事证，这个公文是那个经济部工业局给台南市政府的。他太阳能已经赚了这么多的钱了，可是他所回天的是炉渣，这部分是政府给中央政府给台南市政府的文件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来打那个赖品妤的脸？我公开的指出啊，那希望我们检调单位要彻底去调查一下。议员表示，该文对去年中询问予市府环保局，不过经过半年外，却一直无看到市府的处理，因此议员嘛希望检调会用的介入调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文旦进入选季，立委郭国文23号每合台南工业区的业者做伙认购在地小农的文旦。立委表示，家己的选区不只有南科，更有真侪工业区的厂商，拢愿意为地方的农民尽一份心，所以希望建立厂商甲小农的平台，帮助因行销文旦。立法委员郭国文表示，自当选立委以来，每年透过无同的措施来协助文旦农，包括促销、企业的媒合，加督促政府进行加工果的收港。今年伫加工果的收港启动来，稳定了市场的价格以后，郭国文再次媒合在地工业区，向着小农甲老农来认购文旦。媒合的部分，过往我媒合过一些大企业，也媒合过南科。那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媒合在地的这个中小企业，就是以工业区为主了包括咱的中仑那工业区，包括呢咱嘉义的工业区以及三重工业区、甲关田工业区等做伙来替咱的农民来买这个文旦。那因为是媒合，所以不是促销，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选择他们的对象。那今年的对象，我主要锁定的这一个销售那个供应对象是这一个中农，叫小农跟老农。为什么小农跟老农呢？因为小农跟老农本身呢比较没有所谓的自有品牌跟自有通路。那没有自有品牌、自有通路，不代表他们品质不好，只是呢，他们有时候是碍于过去的这一个养成跟训练的差异，所以说呢，并没有这一部分自有的通路跟品牌。因此呢，透过这个平台媒合，让他们建立这一个彼此的一个社会关系跟连结。上午出席记者会，包括关田工业区厂商协进会，还有中仑工业区、安定、嘉义加三重工业区的代表。充分展现在地企业挺小农的精神。在地企业挺在地农民，企业挺农民，企业挺农民。文旦做有名，一年送一届尔，所以一直拢有固定的客卡。所以委员我都讲，你照顾这个较无含企业连结这个小农，我想委员是真正有够用心，这嘛是一个重点嘛，会当咱来推广。我相信讲大家行做伙来把这个文旦甲推广出去。后一波就是爱带来阮关田来推广林工啦。立委表示，去年因为白露离中秋只有3天，造成文旦的采收季甲中秋节相近，产销的压力大。不过今年却有40天的时间，会用个予企业来选买文旦作为中秋的礼品，创造送礼、收礼甲农民三赢的政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竞调提名台南市第3选区立委参选人姚振宇，23号伫河尾路甲北门路口挂上驾驶节蜡炬竞选扛棒，有400大型的扛棒，正面来挑战赖清德甲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姚振宇伫河尾路甲北门路口挂起400大型的竞选扛棒，文字内容句句辛辣，引起过路民众的目光。姚振宇讲，蜡炬看板是选民的心声，是乡亲的不满甲担忧，希望为大家照油扛棒，思考民进党伫台南30天，伫中央8天的执政，怎互咱的政治冲击甲生活改变。
大家都可以看到哈，这些标语都不是新的啦，其实是长期以来大家对于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想法。票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就是很简单的。民进党执政，它让两岸关系紧张，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会变成战场。另外就是台独金孙哈，还是选中华民国总统，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的民进党参选人哈，我们的赖副总统，当年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变成了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存在哈，他不需要再台独。那我觉得到底他是真的台独还是假的台独，还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还是心里的话跟真正的话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只是提供大家提醒大家哈，去了解过去跟现在的不一样。那我也希望说哈，大家透过于经过这样的看板前面，可以去思考民进党执政带给我们过去8年的情况，也希望大家有意识到，明年1月13号的选举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一定要选出适合我们中华民国发展的一个国家领导人。郑玉做这个竞选看板，真的是提醒大家注意，提醒大家去思考，明年到底要怎么选总统、选立法委员。民意里面对目前的执政党的不满，我想这是只是把大家的心声讲出来，是一个共鸣。所以我呼吁我们全国的人民一定要用我们的智慧，明年的2024的总统选举1月13号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大家做明确的选择，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扛棒的内容包含台独金孙选中华民国总统，票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旧绝境议会被质询，以及民进党特殊媒体废掉 NCC 顶400选举扛棒。姚振宇强调，台湾关系合并以来，曾经爆发公卫危机，天9日112条人命枉死，最近阁爆发88场治安危机。伊讲，台南绝对不是赖本命区，而是落价赖骗钱的要命区。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运河地理有成以后，市府希望引进民间的资金，用3座码头来串联安平甲中西区的水上交通。23号委外招商案由市长柯伟特宣布正式启动，将为台南运河助力观光的新活力。上前市长委特带阿中部长前往安平码头体验夜间游运河的特色行程，欣赏河边光雕甲光影变化，使人印象深刻。市府一步一步改善运河水质甲烟花整体环境以后，现在进一步希望引进民间投资兴建3座码头，来串联安平甲中西区的水上交通甲景点。未来可以分段来申请，那就等于是逐渐开放这个运河的这个航段不再受到你一次申请要10.5公里这样的限制，那增加这个投资者的这个意愿23号，市长吴伟特伫这次民代贵宾的见证正式启动委外招商，系列的串联起来，水上陆上都是非常适合，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思考怎么样让这个运河的这个招商会发展得更好，对城市的发展，对于商业的发展，对于旅游的发展，对于观光客来台南更增加更多的景点可以去看。招商公告对今仔开始为期90天，开发基地有3站，分别是和乐广场、林满寮公园甲水景公园，投资金额至少1亿。要运河码头成为带动安平观光休闲产业的基地，嘛因为发展潜力无限，互各大集团表达高度投资的意愿。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最近，各大饭店甲餐饮企业开始推出中秋月饼礼盒，其中主打文创概念的饭店，就伫个礼盒设计贵族的麻雀礼盒，会当一边食月饼，一边耍麻雀，真有收藏的价值。市面上的月饼礼盒800款，不过参照这款将麻雀礼盒用伫礼盒，真正是头一摆。业者无少成本，每一档拢设计无共文化创意的礼盒风格来吸引消费者，除了是用趣味，嘛真有收藏价值。每一年推出都是一个木盒的小游戏，那今年就是因为露营活动比较夯，让大家在露营之外呢不会太无聊，所以今年选了一个小麻将的游戏，让大家娱乐娱乐。对，今年的目标月饼礼盒预计在6000盒左右，那也是限量的。那我们尽量就是会完成大家都能够买得到今年限量的小游戏、小麻将的这个月饼礼盒。除了趣味的礼盒设计，今年月饼的口味除了有传统豆沙、干贝，嘛特别迎合少年人，加上减糖来符合养生的健康概念。今年主要的口味是落在巧克力蔓越莓跟冰酿凤梨茶美这个是主要针对年轻人做的研发。那这2个口味的话，巧克力的部分我们蔓越莓有轻轻的泡过酒。然后茶美的部分是采用梅岭的茶美，所以说吃起来里面的脆度会保留住茶美它本身应该有的脆。这样子的话，年轻人对于那种比较古早的口味，他们就不会排斥。饭店表示，限量6000克的月饼礼盒，每一档真紧就拢卖完，有兴趣民众得赶紧预订。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全台西来安是福州5陵宫来台首庙，为2011年开始办理16回成年礼，至今已经第12档。依照往例举办7牛马亭、红地顶仪式，必有参加活动的青年朋友智慧亨通转大人。西来安董事长詹正义表示，西来安做16回依照古例进行，除了有7牛马纸亭以及红地社青温以外，上大特色就是有为每一位来做成年的少年朋友写书文，并专人为每一个人朗读禀报，以敬达升温，写由囡仔转大人，并为因祈求学业进步、智慧亨通、福气圆满。恭喜！恭喜！来！西来安做16回伫祭典完成了后，也备有礼茶、礼金，由做16回少年朋友奉茶予家长，感谢抚育之恩，并学业留念。举办这12档来，每档来庙来做成年礼的人也愈来愈多。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台糖公司宣布，旗下73间加油站正式加名台湾中油体系，不止 CIS， 也就是企业识别体系全面更新。未来除了原有的台糖加油服务以外，嘛会当使用中油的会员卡等多项服务。台糖中油联手结盟，共创高峰。台糖公司董事长甲台湾中油总经理提起加油枪，2个品牌标志大大升起，象征正式革命。台南市副市长叶泰山特别到场，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中油跟台糖公司其实是台湾最重要的国营事业，所要面临的不只是市场上的一个竞争，还要肩负起我们政府所交付的一些政策的责任。台糖加油站因应市场变化，不断转型升级，为单纯的加油服务到扩展电动车充电桩、贩售商品等多元经营。今麦为着提供人客更优质的服务，甲中油革命。以加盟的方式，那么一来也可以提升中油的这个市占率，二来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台糖透过中油会员。那么的这个人数呢增加，来台糖的这个来客数。台糖甲中油拢是国营事业，透过革命合作，共享品牌优势以及资源，
当时中华双方市场竞争力甲影响经营，台糖旗下73间加油站也将以全新的样貌继续服务消费者。我们公司这个企业识别体系呢，各位可以看到是红白蓝3个颜色，代表就是品质第一，服务至上，贡献最大。秉持着经营理念，中油相信有台糖加油站的加入，会当再创高峰。台糖表示，除了维持原来的台糖会员权益之外，消费者到台糖加油站也会当使用中油会员卡等相关优惠。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太极门台南道馆庆祝28周年的馆庆，规划真侪趣味又搁有意义的表演，来甲参加活动的民众同乐。同时，佮邀请医师林志刚进行健康讲座，提醒民众预防生理治疗的重要性。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举办庆祝28周年馆庆，活动即天，真侪明代以及贵宾拢来到现场祝贺。有立委参选人王家珍以及姚振宇，拢留落来，甲太极门师兄师姐做伙闯关同乐。活动现场更有 Energy Boys and Girls， 再来活泼动感的良心杜玉琴表演，传达神气家族的正面能量。多洗手，多防范，还要多运动，多喝温开水，促进新陈代谢，多欢喜，快乐就用上好力。除了少年朋友的演出，太极门主请的师姐也再来18姑娘一朵花的舞蹈，展现喜乐甲自信。除了动态表演，太极门台南道馆也邀请医师林志刚前来分享健康的知识，提醒民众预防性治疗的重要性。想问大家，人生的最后10年哦，大家会设定到多少岁？好，那当我20几岁练功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40、50岁啊，猝死的那个离我很远。可是等到50几岁，我就发现哦，我们在新闻报道上看到的哦，那些都是50几岁。刚好我自己也进入这个50几岁，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咧加载。活动最后，主办单位也邀请所有来宾做伙行良心灯桥，向前明灯引路，和参加馆庆活动的朋友做伙留下美好回忆。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